左边的媒体，这边再一趟，谢谢。大手笔请来明星助阵，果然带动光阳稳居机车销售龙头。市场看好今年整体机车销量，可望冲破80万台，这个数字可是2009年以来新高。由于政府推动旧换新补助，加上各品牌新车上市，加码促销冲销量。前11月新车挂牌数已经达到78万5829台，年增率高达19.65%，其中光阳成长约1成，以29万台稳居销量龙头。19万9千元就可以马上拥有这样一台独具风格的重型挡车。野狼耶，是爸爸年代最趴的车。三阳前11月以成长45.6%居冠，表现也是超亮眼哦。财经中心台北报道。